讲到国会这款的修法，6日两党启动全台宣讲的活动。6月15，也就是明仔载，将伫台南对决。民众党呢态度改变，本来是要表示讲规划庙口的开讲，今日主席郭文铁亲身出面讲，无啊，无要办啊，无要办下乡宣讲活动啊，直接向6日下剪贴。下剪贴是新剪贴，就是讲电视的辩论啊，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是讲，这批评是你转移焦点，乌龙邪道。现在没有几天，你要怎么全程办说明会啊？这个只是趁机在挑开动员了嘛。所以他民众党主张下站点就是说，那就电视辩论好了。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经体拿力到地方来宣讲，不过郭文铁讲的卖户是卖户规划活动，也是抢路权利。毕竟伫咧顶礼拜，拿力早就宣布要锁定全台各县市来宣讲，不过却传出民众党原本上阵要借青岛东路来做宣讲的地点，不过准备要申请的时阵，才来发现6月20前后，周边的路权早就已经抢了。被酸是笨鸟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蓝绿两党每天都在搞这个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的仇恨动员的，他们有真的要解决问题吗？我觉得柯文哲脑袋里头都在想选举而已，辩论是在选举里头专属一个活动，必须诉诸于全民，不要把平时搞成变战时嘛。那你唔那是宣讲的场所甲地点拢总公布，党内战将嘛拢苏卡律手咧备战。民进党邮秘书长林佑昌拍头阵，今仔日到花莲，带领张志豪、吴征、沈碧荣等人伫咧东大门演说。两党伫咧15号决战台南，那赢邮秘书长王建廷带队派出谢良介、王宏维、齐卡心、吴宗宪、郭志温，力赢是吴思瑶、苗鹏雅、吴征来宣讲。欢迎青鸟的朋友来啊！虽然我们没有汉堡，没有这些可乐，我昨天又砍了4支喇叭，所以大概要花将近4万多。小旗子，所以大概花了将近6万块。那力提早布局到地方来对决，民众党的剪贴煞无人接，而且佫减一个甲基站对话机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